电风啦，嘿对，电风啊，到了遮做完过，遮海困好吹好凉吼。啊，烟杯啦，烟杯吼，啊，猪头啦，猪头对对对，哎，啊，遮一支尖子骨啦。 尖子骨啊！这骨石头啊啦，啊，毋是要做迄个乌路什么工程的迄种啊？有啦，迄款工厂去用啊尖子骨啦。你只要尖子骨啊，就是要种果子啊，话有那些吼，喏哇，这尖子骨啦。啊，有两个头呢？有啥两个头？一边尖的，一边安尼。哦，尖子骨啊。哦。啊，这支骨啦。 哦，骨啦嘿，骨啦啦吼。啊，都有啥物两个形？啊，这骨啦啦。骨啦嘿。哎，啊，这猪头啦。哦，猪头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做事的是拢爱安尼，这几项啦。这几项。烟杯啦吼。烟杯。猪头啦。哎。啊，骨啦啦。嗯。啊，尖子骨啦啦。啊，甲棍条啦。哦。 啊个胶啊！哦，啊，过迄个？啊个水库啊去养水的。你讲古早叫做迄个？啊，这啊吼。诶，你讲古早叫做？较早古早讲摇虾。摇虾。啊，有人讲捕虾。捕虾。哎。啊，这边讲水库啊。水库啊。哎。啊，迄车拢，迄台车哪讲？旁边啊，你这。这哦。这就是。 都去车物件啦，啊，杀去车物件，车物件。你要啊，这你的车就对啊，毋是迄个工程迄种的。这安尼啦吼。哦。这安尼杀的吼，要车规地啊，搬完了丢去车吼。啊，拄啊丢车头，丢换车头啊啦。无迄个车头，人都讲拢讲另个，人讲个咯另个车。另个车吼。有人拢讲另个车。另个车啊。 恁个有车哦，你个做迄个工程迄种诶，投水的迄种，投水用啊，投水用的就对啊。哎，迄个一张地啊啦吼。哦，啊你伫个，这工区放物件工区啊，你扣个这个安尼。拢放物件哈。了解。啊，你这无我滴的是啥物？你拢滴这个？我拢滴骨咧啊啦。骨咧啊。哎，我拢滴骨咧啊啦。警察袂甲你掠？无啦，一只尔买啦，差年买啦。你差年买啦。好，感谢啊。